花莲市有一丛100年老青仔树，本身就已经着白紧烂去。顶礼拜搁撞着狂热风台的强风，全去互扇倒去。这在地民众是真唔甘，人讲这县府会当救老树。经过这专家评估，是按算用漂浮树的方式来甲救。 民众经过花莲市中华路平交道边啊，看到这丛正大丛的老青仔树倒来拢惊一个，因为伊自1909年电波车站设站时阵就已经伫咧遮，这回互狂热风台吹倒，民众真唔甘。是我们花莲市一棵最大、最老的一棵榕树哈，那坐落在这里已经100多年了哈。那我们希望说，透过专业的一些工法能够把这一棵大树留下来。县府甲树仔专家去勘查，发现老青仔树因为有雨根边，真侪根拢已经烂去，就用一种叫做漂浮树的方式救，将烂去的根先提掉，用更加来花掉，把顶头的气根存在土骹去。根系怎么样说让它从无到有这样子？我们研发的那个导根带，那导根带就是里面就是有那个存着根很喜欢的那个空间，还有那个养分，所以它只要是接触到我们的那个养分之后，它会长的速度会很快。这么伫咧全国漂浮树无够10丛，花莲外壁国小就一丛100年的漂浮青仔树，气根拢已经存在土内面，生甲正勇。县府就咧评估是不是这种方式来救电波的老青仔树。我们会把不必要的部分都先切除掉。 断枝可能也会先清掉，那之后，会保留这个部分的主干，那就是用黑网先把它盖起来，然后尽量喷水给它保湿。施工单位讲会先用吊车把树仔换好正，搁再用8组到10组的钢架把树仔换掉的，接过来做土壤的分吹消毒工作，把边缘菌提掉。救援的黄金时期平均差不多3个月，所以救这丛老树仔就要赶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